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白带鱼。过去是平民的美食，即卖新价翻倍。因为中国的市场真大，看准着这波的需求，鱼业署拍算要用直航的方式，把这个白带鱼大量销过中国。也毋过环保团体是真担心，讲中国的需求就袂输是无底洞，价上嘛已经飙真悬了。台湾人要食白带鱼，恐惊是愈来愈困难了。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 白带鱼它的肉质很细嫩，油脂它其实不多，所以它蛮适合用干煎的。真甲胖胖的白带鱼，肉真油，真好食。过去这个料理是家家户户平民美食，但是即卖因为中国来抢买，这白带鱼价少起真多。我们这边是用钓的，我们就亮亮的，就特别漂亮。 伊阵满载离开，白带鱼鱼身真长，伊是变白色的，卖相真好。量一多的话，那我们商人知道这条鱼大陆是有市场的，碰到了过年过节在送礼的时候，那价钱是翻倍跳。算算的抓就话是数十桶，至少上100吨的白带鱼，装修了后全部卖到中国。张老板经营水产20多吨，伊讲台湾人无爱干后两载看这白带鱼，若是中国无论大小拢无拒绝。 比如说今天到货500桶，天津50桶，宁波50桶，上海100桶，它很快就把这个就散掉了。渔业署统计白带鱼一直起，18年4月生产地港口价少1公斤只要39，起到132，搁再起到159。消费地市场平均的价少嘛一路起，平均的差价咧，半箱拢会当赚100多块。 若是搁再出口到中国咧，这价少上侪，搁再翻5倍，这是一门真吓人的生意。台湾的白带鱼如果要出口到中国，就必须要走小三通的管道，也就是要先到金门报关，之后再经过厦门。而如果之后开放直航的话，预计可以降低成本，而且可以提升鱼价。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需求量非常的大，对台湾的渔业资源会不会造成影响？ 渔业署拍算要试办开放6只白带鱼船直航中国贩卖，希望替台湾渔业开辟另外一条经济基石。但是嘛，有法款团担心，怕造成白带鱼资源耗竭。再多的资源量如果没有管控，不是会抓完，是你再多资源量给中国消费也都不够，因为中国1年的消费是超过100万吨，更何况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中国目前整个政策上的一个问题。 台湾掠鱼冷总出口中国白带鱼，对2014年4吨到2018年增加13720吨。环保团体担心，若是无细节上限的，或者是总量管理，加上欠缺环境评估，就惊短期只有看到经济效益，长期落来造成企业资源断转。开了一个直航的一个列车往中国走的时候，那所有的白带鱼都上了那条船的时候，那台湾的消费者要吃什么东西？ 从开放中国这3年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数字，就是台湾进口白带鱼的数量大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吃不到我们自己的白带鱼了，但是我们会花更多的钱去进口其他国家的白带鱼来吃。白带鱼是台湾海域重要中介鱼种，2档生态的一代是山鱼、旗鱼、讨讨鱼食物，过量掠数量下降，恐惊会破坏生物链的平衡。资源的管理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抓了多少，我们抓的这个鱼有多大。 虽然白带鱼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咧做是无违不正，在中国年台湾海参选择指南网站顶面是排第一建议使用的青丁，不其实咱对的研究也无够深入。若是当借由这次的直航政策，整合数量进一步的研究，无定会当互危机变转机。那过去因为有大部分的资料是我们不知道的，那所以如果透过这个方式，其实是建立一个渔业资源管理最基本的东西。 白带鱼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经济鱼种，面对中国抢鱼这样积极、经济发展之下，渔业资源的保育策略嘛都爱做伙进行，才会让真正互渔民影响发大财。